敢啊袂记哩？哦，你刚才怎么样？你安尼哦？我想要镜头来的时阵哦，想要一个啊，较辣 N 字腿有无？好啊好啊，会使会使。我甲你讲哦，我甲你讲咱这先拼先哦，这个阶段吼，来到最后一回合，哎呦，够紧张的啦！剩最后4位，啊，袂去咱零敌。哟，生生啊，义姐啊，阿雄啊，顶礼拜无人去用倒台呢。有影。我希望这礼拜上无倒台两个啊，较好。哪的啦？对家己有信心哦。嘛爱加油啦，咱评审嘛爱加油，对吧？对啊，所以咱的评审呢，介绍我的师兄柯浩顺。是的，经过了774的高岗，提炼再提炼，浓缩再浓缩，即马剩的这几个吼，爱好好拼一个，啊若无咯，前途的一片光明。哎呦，是要加油落去。加油加油！和平。哎，无，我即摆叫做和平，你放弃啊，对名较好听，我叫和平，我讲着笑亏，好笑，好笑啦！第3位咱的评审吼，会使讲吼，伊的事业吼，甲伊的身材吼，变大练。欢迎咱小大轮大练呢！来哦，尖叫声来，叽叽叫者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人呢。有人咧讲话，做人唔通出一支嘴啦，但是我要甲大家讲，我这支嘴实在真宝贵。我跟你讲，食饭靠这支嘴咧，食面、食胖、食米，我咧化销拢靠这支嘴啦。出一支嘴伫咧厝内，甲是大人好嘴；出一支嘴咧，伫咧学校读册念歌诗；出一支嘴，咁某单恋个咧长干蜜甜；出一支嘴，帮我后生早个咧问龟龟；出一支嘴咧，连宵个咧甲上电视，连甲饲囝哩；出一支嘴伫咧电台咧推广台语；出一支嘴来介绍台湾美丽风景地。今日现主时，我共款是要来出这个嘴，想要来做评审，想要带予大家欢喜，想要分享我生活滋味，想要向所有爱讲台语人来表达我的心意，你讲好无？哎，你讲话哪拢唔免喘气啊！哦，你这支嘴有够来的。啊，你就讲我这大练的啊，我中开无绝对爱十足的啊。高练的啦，吼，大北的，你敢早等电里头？当天伫咧膀胱的面顶了。哎，恁两个做伙拢足爱练笑话呢。嘿啊，恁是平常时安那？因为我们平常时拢伫咧迄个。啊，恁这开工个当时，差不多明仔载下晡。莫伫咧舞台顶来讲。对。今仔日是要做评审的。你无代无志，你问要创啥？我想讲恁两那到了这麻咧。而且你为什么洗身躯洗到一半，你浴帽搁滴出来？你就讲啊要容易啦，嘿啊，总是有人讲啊，总是有人紧讲啊。张啦，紧张我想讲你头拄仔咧洗身躯你讲，莫有白讲，那是迄个是因兜的碗公。哎呦，你无安尼讲，以前久无洗身躯啊！臭臭啦，好啦，请坐啦。谢谢哈，歹势哈。这集精彩啊！精彩，真的。观众朋友啊，今仔日第3阶段的主题是先拼先落关天。节目要派出最厉害的观主，请观主先来表演，刷落来选手才来挑战。伫咧选手表演完进前，评审若是超过2个圆箍啊，就算过关咯。到底伫咧强手关主的压力之下，选手敢会当顺利晋级呢？马上来邀请咱第1位选手，哎呦，康迪。好，较笑咧，较笑咧。有啦，伊自拄则行到进拢咧笑呢。有啦，这礼拜会食会困的无？有啦，有啦。有我感觉我就是无遮尔紧张，但是伊一直甲我提醒，我讲哦，敢若是我应该爱做的代志，就是紧张啦。连伊迄个关注出来，你真正爱紧张哎，我有紧张啦。这位关注，我甲你讲，伊伫咧综艺大兄边仔徛足久的。哎呦，为一个妹妹，到即摆徛到尾啊，戏边骹徛久就变伊的。我甲你讲，伊这个大兄是一个菜名，菜名叫做卜啊。哦，做主持好啊啦，我先无你徛好，我即摆甲邀请出，欢迎咱的叶欣美。大家好，来，你莫看到伊安尼，一直闪是安那啦。想要到本人才水对吧？你先去边仔徛好者，咱来看伊的表演，好不好好？欢迎叶欣美。好，感谢各位。
我是叶欣湄，今仔日唔是要广告，嘛唔是要搭喙鼓，是要介绍你好物仔，互你的生活好甲无话讲。我自细汉伫咧中华大汉，讲台语对我来讲，若亲像倒顶年柑，是轻轻松松啊。主持节目熬讲话，介绍好物仔嘛 OK， 所以等下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做你大声大家欢来。对，嘿，虽然有较慢一寡，但是这个 tempo 是会使的吼，大声甲喊落。所以，叫我就介意恁这种，因为恁遮尔热情，所以我第一项特别介绍阮本店的镇店之宝，上好的物件，先摕出来互恁看。就是我本人叶欣湄，今年34岁，还未结婚，身高160公分，体重50公斤。平常时我无啥物歹习惯，但是这个时阵，若是无观众朋友抱声，我会做袂习惯。感谢各位。本人呢，银行的存款呢有938块，无负债，无欠小。大家上惊车贷、厝贷这种烦恼我拢无，因为我拢爱白白。带来这项物件，敢若送无要卖，要甲大家交关做朋友。人讲天气热爱吃寒，看到美女。看到美女，会倒弹。看到美女，爱配暖，就爱亲暖。来，面头前这位小兄弟，拄则你拢无啥物讲话，我甲你请教一下吼，阮的主持人有水无？有水甲互你亲暖无？来，所以送你一张卫生纸，拄好互你吃寒兼亲暖。啊，既然要交关要做朋友，落地啊就要清出来，落地啊要清出来，较有诚意，你知无？哦，拄好一张。哦，甲你换一张，你嘛无食亏，1000块嘛无嫌济啦吼！感谢各位，感谢，贪财，好啦！我真正感觉恁这节目吼足好，连观众嘛足有水准的，来看表演，佮有炸现金，袂歹，祝贺你阖家平安，大赚钱，业绩好甲去同事赢啦！好，大家拢讲我是市场的机器猫，是啥？哆啦 A 梦，吼啊！为什么疑难杂症？拢来找我，因为我会对因伸出援手。大雄，真是拿你没办法，替你无法度，所以第一项要来甲恁介绍阮的真巨流地裤。阮的地裤巨流好洗，佮袂大颗，因为你一直洗，一直落。一直落，吼，互你哪洗哪运动吼。查某囡仔人洗阮的地裤，落骹芳芳，佮袂大颗，绿丽的查甫人绝对唔敢双手空空。查甫囝洗阮的地裤，唔管你是要做兵，互你愈扣愈有人缘，大家拢足介意的。朋友，赶紧去找，继续收看咱的脱脱秀台语，后一遍再见，谢谢，落来。哦，拄好时间到，好，切了真准，感谢欣湄的表演，来有请今摆换咱康弟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弟。我进前伫偏好读大学，有一天收到阮阿嬷剩上尾一口气的消息，我伫哪口啊，去找阮老师要请丧假，啊，老师就讲，你先去转去甲厝内底的代志处理好煞，复印哦，转来才阁报就好啊。我转去找阿嬷的时阵，规路拢在哭啦。我手内底阁摕咧要互阿嬷的神刀一子，想要甲阿嬷分享讲吼，我伫平湖早顿店在做线工的代志啦。啊，到病的时阵，迄阿姨、阿姑，阁有阮爸、阮妈，拢为着阮阿嬷。我就看到阮阿嬷，阁咧开讲。啊，我足惊吓，就问阮爸讲：爸，阿嬷哪会阁活？爸，阿嬷哪会阁活跳啦，拢好起来安尼。阮爸讲：哦，这拢是伊的功劳啦。伊讲哦，你唔知哦，恁阿嬷迄当阵啊，无咧喘气的时阵哦。迄喘气用要定去，我就直接为伊的临终大来甲顶落，我第那个听佮真神呐。啊，然后佮过2个月，我佮收到阮阿嬷无法度的消息，我想讲，即摆敢是真正的吗？我就惊的，我就问阮阿爸讲，爸，即摆敢是真正的？阮爸讲，有啦，恁阿嬷讲即摆要定伊的临终啦，有交代啦，所以已经哦有去无回啊啦，即摆有。是足头的啦，敢若透跳，敢若透啊！谢谢。来，
今仔日时间控制了淡薄仔走精气哦吼。啊，还有小可丢毒哈，哎，故事敢若讲无啥紧张烦吼。真正有感觉伊手咧喘。嘿，不要紧，来咱来看。到底坑伫啊？今仔日伊会过关无？来，评审有请。先拼先头一摆拄着，关注也未表演，选手就感觉免惊才对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汉雅，汉雅，韩啊，汉雅哦。韩啊，哎呦，天哪，这个舞台喂，你稳呀，你稳呀，你稳呀，恭喜！招起来，脱口秀台语第2季要开始报名咯！无论你是台语的武林高手，还是拄仔要学台语的新手，唔免惊，做你来，这就是你的舞台。大家做伙讲故事，免嘴花讲笑开，欢欢喜喜来比赛，轻轻松松拼奖金，紧来报名哦！欢迎收看《Talk 秀台语》。咱来 talk show 台语。到底坑伫啊？今仔日伊会过关无？来，评审有请。拢无耳孔啊，一个都无。其实一个笑话吼，免伤长。啊，你讲啊老老长吼，啊你阁无记起来，啊你的台语阁无遐尼安尼练长，啊他讲安尼咚咚嘟嘟安尼吼，颠倒扣掉你的分数，小可可惜啦。时间大家拢共款，准备的时间拢共款，但是为什么为开始就开始紧张？阮所有人拢去强要坐袂调，嘿，啊所以。观众已经无咧享受你的表演啦，变做咧愈看愈沉重，对不对？就敢若阮好朋友，伊的临终，伊是我这世人捌的所有朋友无临终的啦。安尼你若死啊，我要安怎甲救？无啦，别啦，我无够好听，你会食百里啦。你这是叫屈到屈过啊！喂，我是感觉我嘛无互你过关，主要是因为你伫咧卡本内面写着2届临终，我去互插着2届的感觉。够安尼，针对你，我送一首歌互你好啊。阿妈，你临终伫倒位？谢谢。实在是吼，无啦，我是感觉一直是足悲伤的感觉。自头到尾就是阿嬷当时要往生，大家拢咧等，到落尾啊真正往生，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呢，对无？咱对阿嬷，尤其是临终的代志，对无？搁甲甲斗阵，2项上悲伤的代志甲甲斗阵，我就笑袂出来啊，对无？所以这个卡本咧写的时阵，嘛要小注意者。写卡本足重，8点钟就是写到所有人拢要看。对。但你今仔这铺写到无临终的代志，你讲，咱当时拍到倒顶，会行起来。我一世人上讨厌别人讲我无的物件，就好亲像我无娶某，你规工拢咧讲某的代志。临终，临终。哦，你一个讲一个演的，你2个斗一打。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。那上无你会使休困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感谢你来参加，谢谢卡姐，谢谢，多谢。来，刷来欢迎咱后一位选手生生。大家好，我是生生。你看到坑底去用倒台的，心内感觉嘛紧张。感觉这个节目即马剩我上水啊！这个好笑，水。歹势，伫我心目当中，花姐也上水。哎，我你这句有得分。啊，今日本无临终啦吼。安尼就这好。爱注意，这爱注意。但是你今仔你的关注吼，伊是台南来的，台语足好。对。啊，平常时伊嘛是咧表演练嘴花。来个欢迎出来，欢迎咱的韩雅。哎。嘿，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汉雅，韩啊，伊叫汉雅，汉雅。韩啊，哎呦，天哪，这个舞台喂，我放心吗？你稳呀，你稳呀，你稳呀，恭喜！一定赢啦！你是台南来的哦？嘿对，你知影郑成功是讲台语，讲华语的？讲一句，
唔对，唔对吗？讲台语的。啊，讲台语哦。你郑成功是讲台语的，安尼讲华语的是郑成功。哦。郑成功啊，要地林中无？成功就是地出来的。我跟你讲，进来表演，来欢迎韩啊，来。顶讲无名声，下讲太高囝，叫着我的名，恁就受惊吓；听着我的名，恁就想讲啊，嗨呀嗨呀嗨呀。今仔日我要讲我浪子回头的故事。我的兴趣是学日语，所以我前一阵阵换头路的时阵，我就决定要讲吼，我要找迄个会当讲日语的课，运气真好哦。哦，虽接到一个全日语的面试，啊，但是我做有信心的。去面试，结果代志毋是戆人所想的安尼。两个日本人的面试官讲日语，敢若爆米香咧，不，我听咧想讲，哎呦，进步啊生菜的歌有够衰，我一字都听无。因最后佫出一条翻译的题目，要爱我对中文翻做日语。迄个题目是安尼，我最有印象的。伊个题目是陈先生，你卡车的引擎有3-4厘米的公差，请找那位为人海派的师傅。我讲海派。找迄个师傅拿扳手、螺丝起子，还有纸屑胶带，最后做个收尾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我听了，我早上想讲哇，嗨呀，这声真正嗨呀，所以我决定全部用台语讲。进上，你拖拉机的引擎有3-4厘米的阿索比，你去请迄个阿萨利的师傅，摕片子落来肉交提布西路，最后甲死仔加一个，安尼个大丈夫啊？讲完，我甲题目凳桌顶徛起来，要走人。我个补因一句，啊，当嘛控过恁真正是。其中有一个日本人的面试官哦，够生气的，瞪得啊，嘣，喂，马在哭嘞。日本語一棒呢，另外一个日本人，胶合时代的大男人，你录取了，我发头讲，水啦，这就是我落处回头的故事。结果我是汉爷，多谢。哦吼！感谢汉啊，来，再来换咱的生生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生生。我发现呢，古早的台湾俗语是有够重男轻女的，就亲像有人咧讲，祝你食甜甜，明年互你生后生。啊，那安尼，阮妈妈是食生生，所以生一个生生吗？我感觉足无公平呢。虽然即马男女愈来愈平等，啊，毋过阮必须讲。查某也是较吃亏，为什么呢？有时阵呢，一个查某囡仔伫咧外口睡厝，伊会感觉足危险的，伊就会伫咧门骹口放一箱查甫鞋，互别人知影讲，遮有查甫咧住，遮唔敢学袂来。也是讲，一个查某囡仔伫咧外口一个人行暗路，啊，这个时阵，雄雄发现讲后壁有一个人行同条路，我酷酷对，回头看，佫是一个查甫的，这个时阵要安怎？教你一招，甲手机仔摕出来。然后讲，喂，翁诶，我伫要到厝啊，也是讲话哥哥、爸爸，就是爱互后壁的人知影讲，有一个查甫咧等你，安尼较安全啊。啊，有一摆咧，我嘛是一个人，伫咧外口行暗路，啊，行咧，我就发现讲头前有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。啊，为什么我会知影伊是少年的查某囡仔呢？因为伊回头甲我看，搁看2摆，等一下。我是去互当作是歹人心，也是讲伊就是我是一个查甫的，这个时阵呢，迄个查某囡仔就愈行愈紧，伊就甲手机仔摕出来讲，喂，翁诶，我伫要到厝啊！我想讲好啊，你安尼想，我嘛甲我的手机仔摕出来，喂，翁诶，迄个查某就回头甲我看，伊有一种表情是讲，加油！我支持你，你一定爱幸福。好啊，是甲我当作是男同志是。哦，这个时代实在有够艰苦的啊，对查某囡仔压力足大的啦。连我这个女同志，嘛要嫁做男同志 ，lesbian 嫁做 gay， 我实在有够 gay 的啦。最后嘛是希望大家查甫也着听，查某也着请。我是生生，多谢大家。哦，来。嚯！无简单的，无简单哦，哇，准备真久哦，但是唔知结果安怎。台语的俗语，即摆讲煞人有较轻松无？有，会当会让家己一个人行转。
会使行转去。上无你为头到尾都讲台语，伊拢超过一半讲华语。为什么？两句尔。到底评审会互咱算算过关无？哦，多谢。在伊哭啊呢！我本来想讲淡薄仔紧张啊吼。其实我有咧想讲，到底是要互伊考啊，是无啊？因为酸酸今仔日的脚本较无遐尔啊侪笑点，这是真实，大家笑声完全听得出来。要毋过我想讲，若是以前所有的人，我拢有互伊一个机会，酸酸我应该嘛互你一个机会。而且你是有咧写笑点，而且你华语的部分是完全无啊，边仔迄位的华语两句会当翻的，你无翻，你拢讲华语安尼，有淡薄仔可惜哦。所以讲拄啊好比较出来，有比较有伤害，所以讲酸酸你赢。所以你是去有关注救的，你来救伊的，对无？这个我看你有小可紧张去，但是你这个故事吼，伊迄个赞助吼。我也是感觉袂歹，有迄个期待感对啊。吼，希望讲这出戏要看到尾啊，到底就发生什么代志？但是最好咧吼，上尾句迄两句哦，查甫也着听，查某也着请。我感觉讲爱有真济即个爸爸妈妈，这对咱下一代爱回希望。哦，咱吼教因讲台语，互伊对这份感情文化，这个土地拢有更加迄个感情的出现啦。真有艺术啦。嘿，你搁较加油哦！无你危险，嘿，对。感谢孙哥。危险了，咱就紧跳蚤。来第三位，咱的吴林中老师。林中啥？恁今日规个都针对我林中来信。你真正无礼貌。我讲一个啦，是安尼啦吼，因为这个本我感觉非常的赞，就是讲，因为咱即马是talk 说台语嘛，对无？咱就是爱用台语，来去讲咱即马现主时这个时代各种无共款的议题，爱互少年朋友会当对这个物件、这个语言是有兴趣的。我感觉讲哦，哇，我嘛是头一摆讲用台语会当听到这样深入，就讲对同志的这个议题啊，来做一个深入的讨论，而且咧想要爱听。吼，一站一站的听过去吼，感觉讲哇，规个故事是真完整的，嘛无一定爱，就是爱足好笑的啦，因为我林中就真好笑啊嘛吼，所以唔免好笑代表，这嘛算讲是一个真温暖，会当互人有一个提醒讲咱即马这个时代甲英国已经有真大的无共，嘿，查甫的甲查某的，大家拢是平等，对无？所有的人拢爱上水啦，是希望小水啦，嘿，对，啊，要来成立一个无林中基金会。喂，我头先在讲林中的代志啊，无林中全台湾敢若大人的尔啦，大家都嘛有。就算讲无林中，你嘛是林中之龙啦。谢谢，感谢。对啦，好啦，恭喜咱深深过关咯！多谢咱的关注哈，你嘛真赞，对。来。连水花南霸天登场，就甲上欢喜的竟然是对手。我当困到一半呢，哇！阮女朋友就比啊讲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我无啦，我是讲我做袂起来，人无红，又搁无钱，煞哪要开拖去？伊就甲我安答，无啦，无代志啦，迄毋是梦，是真的已经困。拄只阿海啊，你表演现场笑到上大声是这样，你知道？像意姐，你是来看人录影还是来比赛？就好笑哎，就好笑。再来欢迎咱后一位选手意姐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意姐。这礼拜过了好不？这礼拜了，足惊吓，足惊吓，系啊，足惊吓。我来上班的时候，看你淡仔咧，惊安尼惊吓，你讲甲空气讲话呢吼。系啊，因为伊就是想要甲台语讲甲较好诶，所以一直练习。你今仔日台语真歹讲吗？台语可能还好。就小夸歹讲，小夸歹看。所以你要一直练嘛。嘿，一直练喙花练。你今仔日爱较早咧哦，今仔日来迄个伊讲是练喙花界南霸天龙，而且伊是高雄戏剧开讲的负责人。嘿，最厉害，这厉害哦！真的，欢迎关注阿海。
来来来，欢迎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阿海啊。哎，欢迎欢迎。我是伫高雄戏剧开讲主办人我叫阿海啊，大家好。高雄咧看这练喙花的人无遮多，真紧张。你一场差不多拢几个？阮遐差不多1、2了啊。安尼你会当搁一直活到即嘛？系啊。无啦，我感觉伊是有淡薄仔谦虚。顶边我有去伊遐表演，足侪人观众嘛是4、5个，就是嘛是真侪。哎呦，300啦！人足侪你。是我的原因啦，歹无代志啊，歹势。是因为伊来较有人啦。有一个观众朋友伊的心情就真歹，有忧郁症。伊就看了以后，伊就讲阿海啊，我感觉我看恁遮。看一档啊！第一，我变做无钱。无钱啊！第二，就是我感觉我嘛是共款有病，但是即马心情有较好。有心情有较好安尼。对对，伊本来心头拢郁啦，对闷闷。尾仔看你的表演了，伊心情拢开啊，心花开啊。所以看你的表演，会当互阮心花开吼。应该吧，我互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。来，阿海啊，给个表演，给个表演练习。着你心花开。哇，收煞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海啊，我为高雄来讲喙花，互大家听。等者恁若是要笑出来，我着转去高雄。无要安怎？我伫高雄已经做戏剧做3、4档啊，因为恁的反应我就知影。我就是安尼，人无红，裤底啊空，现场拢人。恁若是感觉都有塞车，就带我来去表演，马上问题就解决啦。有一届，总算有一个阿伯坐伫咧遐，我问伊讲：阿伯，你是为虾米会看阮练喙花？阿伯讲：啥物练喙花？我行去卡麻去坐伫咧遮尔。反正我第一档咧做的时阵，我压力真正有够大，我会当困到一半呢，哇！阮女朋友就比啊讲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我讲无啦，我是讲我做袂起来，人无红，又搁无钱，啥那要鬼拖去，伊就甲我安答，无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，迄毋是梦，是真诶紧困。我听一个困去，你知无？唉，我常常咧想讲，到底为什么？观众朋友无要来看阮练喙花，是无好笑，还是无好看？结果我发现到是有愈好看的物件，就是艋舺，而且讲是台语的艋舺，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台语的艋舺。即嘛叫做哆啦 A 梦，以前叫做小叮当，真无道理，真无正直正确，伊是安尼演的。小叮当，你紧甲我斗相共啦，我搁互人欺负我啦！你一个查甫囡啊，哭，规工干来遐哭尔，有够无落音呢。哒，伫餐A，咚。小叮当，你是要带我来去报仇是毋？无啦，带伊来去看狮子康洗身躯，有够赞！以前真正有够赞，各位观众朋友。但是，佫有一个愈好看的，叫做《中华一级棒》。伊是一个主角叫做提起中破西小当家的人，因咧做菜，水饺会飞，包仔会笑，迄菜芳起来会发光，噔，食这饭食甲会青咩？你敢知？上好看的是伊甲一个叫雷文的人会比赛，小当家先做好，因迄裁判食了以后，为伊的头壳内底走出几下个美女，唱，好食。我唔知迄菜是安怎做的，但是我以内底应该有掺海头丸啊。后来哇，雷文裁判讲那一个串冰食了以后，问讲雷文，你做的这到底是啥？雷文徛出来，沙西米。多谢大家。哦吼！拄只阿海啊，你表演现场笑了上大声是这样子啊？像义姐，你是来看人录影还是来比赛？就好笑诶！就好笑，这好笑，你袂记啊？这么华丽啊！华丽啊！义姐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义姐。哇，拄则看到阿海精彩表演，我就知影伊的名为虾米叫阿海，因为我看到就海啊，是像海啊，我海啊。哦，我较早是读美术班的，看应该看得出来吧？我的面遮尔艺术，我
一开始啊，画图定定画到半暝，哦，我就听到我的身躯咧甲我抗议，我的目睭会讲，足涩的，我要休困；我的脑会讲，足忝的，我要休困；我的肝会讲，肝是袂晓讲话啊。啊，一开始咧学画图的时阵啊，阮老师就摕一身石膏红仔，叫我做 model 来画安尼。啊，我安那画吼，拢袂水，敢若鬼的。阮老师就讲，哦，你若想要画较好的、较传神的吼，你就爱吼，当做咧家己谈恋爱，啊，家己讲话，讲安尼长感密滴。我想讲，拜托的，石膏红仔也袂应画啊。大汉我才知影啦，我介意啦，嘛袂甲我应画啊。若是甲石膏红仔谈恋爱，要安怎甲别人介绍？敢讲是安尼？顺哥，这是我的查某朋友 David 啦，嘿，你看，你看，阮两个人有红仔某面哦，吼，红心牡蛋，食饱相看，目睭搁斗电线，伊一直看汉爷无好看，看顺哥啦，顺哥定定甲我照顾的，歹势，伊较紧张啦，毋若青顺顺，规面拢白湿湿啦，若是吼，真正甲石膏红仔谈恋爱，其实足侪好处的，你看，伊袂吵。袂烦，毋免请伊食饭，搁毋免送物件互伊，真正是阮客人的好媳妇啊。然后，然后，你看人家早转去厝吼，若是风伤透，你甲伊摕来挡门。阮爸母啊，嘛袂甲阮逼婚。阮爸若是讲吼，义姐，你啥物时阵要结婚？阮母会甲伊讲，少年的代志，莫搁甲伊逼啊！你逐工甲 David 讲话，已经要起笑啊！我甲这想法甲阮老师讲，阮老师讲，义姐，我是来教你画图，毋是教你画好人啊。我今日讲到这，多谢。哦吼！来，请。你咧歌袂讲话好笑呢？你有把握无？无。为什么无把握？因为有小可事拢无讲到介好，无练等安尼。突切淡薄啊，吼。但是不要紧，咱来看评审嘛，吼。对。到底今仔义姐会过关未？评审有请。哇！加入伊国家啦！因为你是客人嘛哦，客人会当大家讲了安尼，非常的厉害呢。我只会晓讲徐梦妮、安之塞、牛人奇葩。对，年个奇葩嘿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就是咱即马就是算讲咱讲台语的人，嘛爱去学一下客语的，吼，大家互相爱交流。我感觉这才是很主席吼，大家应该互相的来去这个教学演强啦，嘿，教学相长啦。教学演强，无啥好笑，无笑。歹势哈，我去地林中哈。你去客家林中啦。我为着要学客话，我特别带了一个客婆。对。那迄客家色狼的，我是客家的色狼，唔是啦。喂，色狼的是迄个竞赛啦。对，我是感觉今仔日吼，恁讲的代志拢足有画面感的。他都阿海嘛，足有画面感的。讲到一半惊起来有，吼，讲到遐足惊起来代志，因女朋友免惊，迄是真的啦，免惊。对。紧困。哦，这个有对。啊，然后咧歌袂讲话，迄嘛足好笑。哦，迄个河主笑一个吼，迄头毛无去一半，你讲看。喂，笑甲肩落落来。歌甲肩有连带关系。啥物关系？喂，所以我感觉讲，今日这对吼，我感觉讲，来到这去做真欢喜，咱来看一场秀。看这两个人拢有因家庭的悲哀，摕出来就互大家笑。啊，伊是甲伊讲，伊我都无另外一半，迄个石膏红仔变做伊的女朋友，变做伊心目中真重要生活一部分，迄拢是悲哀的代志。但是互因讲到安尼，大家笑甲乖乖叫有这就是吼苦中作乐啦。恁的艰苦是阮的欢喜，所以阮甲阮的欢喜建筑伫恁的痛苦当中。我会当了解讲为虾米义姐感觉讲，感觉淡薄危险啊，感觉害啊。也毋过，因为你有6分的笑话，也嘛有9分的笑话，啊，所以讲我在听的时阵想讲，你有9分的笑话，所以讲其他6分的笑话嘛变做讲较悬分。所以讲你真赞，这边真赞，9分的笑话有够济，就免烦恼遐6分的笑话，加油！是。
但是讲实在，今仔2位表演，阮拢足享受的。其实足精彩啦。啊，姊也搁笑到流目油。嘿，我一直流目油，啊，我吼，迄目线液啊，拢一直顾的。眼线液。你莫大家拢出真难的，我讲流目油就好啊，目线液莫搁讲啊。招起来，招起来！脱脱秀台语第2季要开始报名咯！无论你是台语的武林高手，还是拄仔要学台语的新手，唔免惊，做你来，这就是你的舞台。大家做伙讲故事，练嘴花讲笑开，欢欢喜喜来比赛，轻轻松松拼奖金，紧来报名哦！欢迎收看《Talk 秀台语》。咱来 tal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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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ow 台语。眼线液。你莫大家拢出真难的，我讲流目油就好啊，目线液莫搁讲啊。目线液，真正真牛啦，我感觉真叫会使先弟紧先紧转来啦。无要紧啊，我拄则有甲来啊啦，嘿啊！恭喜一姐，哇，过关咯！感谢阿海啊，足精彩的表演，谢谢。感恩。最后一位选手阿翔诶。比赛比到这，家己感觉安那？我拢无想到我会过关到这个时阵，嘿，我非常的紧张嘛，惊吓嘛，是非常的意外。意外，今仔日吼，这个关主吼，我甲你讲，伊敢若靠一招尔，伫咧演艺界才清，生存10几档，甲今年买厝。啊，但是无钱好装潢就有影。哎，伊甲我同款，敢若靠一招哦。靠，我敢若靠一条宝贝就到即马10几年。嘿。啊，伊迄招是倒一招？迄招对招，我甲叫出来，来欢迎奕雄。哇！来，靠近招太大。对，主持人好。啊，你好。奕雄这招。听讲真厉害。主要就是甲我之前哥哥偷学的，嘿，贵州啃哥哥哟。对。你家偷学？古早人看了黑叫黑蛇，看了白叫白蛇，人讲长沙出名，台湾出大蛇，台湾讲就蛇，本身是插来骨啊，尾巴巴早，今天要抓来先甲夹出来，夹。嘿，我的表演了，嘿，我得靠这招。还是讲要听英语，你今仔日有希望啊，有希望啊啦！好，谢谢。不是，顶礼拜过过听过讲你个外国人版本的，外国人的英文的。你若无创新的吼，对，我就这个位头放到尾。有些英语歹当。Only people see the white, call the white snake. See the black, call the black snake. People say Tanzan have terrible tiger. Taiwan have pointed snake. Taiwan 5 pointed snake. Galaxy snake, green snake, turtle flower. Have 7 snake and umbrella snake. Can they green 2 snake each other? Bye. Bravo. 哎，等下，英语有过关，哈发，来。睇我拜年看到拜黑唔拍啥，看到唔黑唔冇啥。有你讲唐山出老虎，台湾出脱啥，台湾唔脱啥，韩国啥，抢住时反身标，巴布啥接啥，根本你做这种跳啥耐胸熬，咬水都来吃，咬，什么你按姿势？是，站，爱护动物。吼，爱护动物，卖个有白台啊！对，因为我最后一组嘛，人讲喝酒顶暗地，有拄好我是迄个派的，所以卖伤。你紧来表演好不好？啊，你表啦，叫我共款叫阿雄。哎呀，我啦，你今仔日也过关，安尼你就继续比，我来做里长。人拢叫阿雄嘛，啊，你就选一条。小等下，遐有两个阿雄哟。俗语有咧讲阿嬷袂认阿雄，你知影为什么无？为什么？因为迄个阿雄根本就毋是迄个阿嬷的孙嘛。迄个阿嬷，哪有可能会认迄个阿雄是啥？唱。啊，是要表演无？欢迎奕雄。哎。大家好，我是奕雄，今日要甲大家讲，伫餐厅内底，咱爱有礼貌，吼，礼
礼貌是啥物呢？就是讲吼，你若交4大人食饭的时阵吼，第一点就是卖先动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顶届有经验啦，我交阮女朋友的爸母食饭，啊，桌顶吼足侪菜哦，其中有红芹。吼，我看到红芹的时阵，足想要食，因为我最爱食红芹的。啊，我就先食红芹，红芹食了了呢，阁无付钱，结果呢，我迄段感情就乌有去啊。啊，搁有我上讨厌一件代志，就是食饭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。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金蕉，面长长，迄个下頦足长的，吼，迄个金蕉，伊最爱讲话。我有甲算过，伊一工差不多爱讲5万个字，吼，就最爱讲的。啊，我有一摆交伊食饭的时阵吼，伊就爱一直讲，啊一直讲的，伊菜安尼哪食哪讲，哪食哪讲，结果伊的菜全部拢喷伫我的面头前，吼，我的面顶，所以讲，大概我交伊食饭的时阵，我拢毋免硬菜，我拢安尼。哦，这高丽菜才甜呢，哦，这猪肉才油呢，哦，金姐你要啉汤啊，你等我起来。哇，真正都痛苦的吼！啊，搁有一件我感觉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艺人嘛，啊，艺人呢，我搁足红的，表演嘛足好的，结果大家，唔是真的，我甲你讲，我食饭的时阵，大家，莫讲歹话好无？莫。算个我搁咧比赛上我讲了吼，我咧食饭的时阵，人拢叫我抬蛇，一直抬，我有一届我感觉足神啊！我讲我想要好食饭呢，为什么要叫我抬蛇？我朋友就讲好，今日你莫抬蛇，我知影你嘛无炸蛇，好无？安尼啦，你有看到无？桌顶呢有一箱乌猪，搁一箱白猪。你教我多抬猪，哇！来，古早来看到乌叫乌猪，看到白叫白猪，今摕来猪来相加，嘎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阿雄。我嘛是讲抬蛇吼，有叫啦，有叫。哎，后一个阿雄啊，你丢杯好来，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长伯啊。最近啊，巴黎奥运都结束啊，你敢知影？我发现到一件代志，咱的公部门内底吼，哎哟，有真侪真够踢球的人哦，因用踢的啦，我用球的啦，哎哟，拜托一个啦，是讲吼，你敢知影？有一届啊，我喺你面口啊，甲我讲，李长啊，迄吼。隔壁迄间蒲龙宫吼，头前迄个庙地吼，草有够长的啦，内底吼，敢若有蛇呢，有蛇，你搁找伊上啊，伊上后抬蛇，哎哟，头段伊无抬蛇，蛇伫我遮啦，古早人讲白蛇白蛇，我爱叫乌蛇，当蛇出名，台湾出大蛇，加，有听死哇，是讲吼。大概吼去公部门处理代志的时阵吼，都亲像吼即间参加这个踢球比赛同款啦。比如讲吼，我要求因吼，因甲我吼物件代志吼踢来踢去啦。来，各位啊，今麦来处理代志。嘿，第一届公部门踢球比赛正式开始。首先，今麦伫咧现场顶台迄个，就是咱的公务局。李长，我甲你讲哦，这是公有地，绝对袂使叫阮处理，你要去叫蒲龙宫啦。嘿，李长啊，这明明就公有地，哪会当叫阮蒲龙宫处理？拜托，去叫工程局啦！哇，火团球水啦！李长啊，袂使逐项代志拢找阮公务局，啊无安尼啦，你去找工程所啦！三角团球有够水气！各位观众朋友。现主席正在看到，即马3号的公务所要出来哦。我甲大家报告，公务所伊就是吼，第公务人员内底第3个先锋，而且吼伊个上肯会，咱拢叫伊公3会。来，我声掌声鼓励一下，咱来欢迎公3会。人咧。李长歹势，即马中昼12点半，咱来休困啊！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哦，阁有中昼的休困时间哦，哇！啊，时间无够啊！来，现在公xã會準備要來踢球咯。李長，這草交互阮來處理啦。哦，交互你來處理，水啦！現主是咱看到這個球踢出去咯。哇，滾滾飛，哇，不，敢若飛到球門。哦，袂輸，今日過關共款，今日掉分啊哦。但是李長，阮今年無錢啊，坑。球弄着球門啦，我祝福恁吼，他鄉去拄着制主啦。上吊的是吼，
金榜题名去拄着胡歌，后一位什么位？又比你来呢，真冲哦！怪你今仔咧找无蛇。对哦，原来伫你的身躯唱那个较只拼。但是歹势吼，哈，一尾是青的鹰的，讲要讲白的，看到乌叫乌蛇，看到青的叫白蛇。所以今仔两个阿雄啊车拼，到底咱李长伯会过关未？评审。赞！家己行一条，对无？拄则等迄两个圆箍等足久的。我非常感动，非常，因为我头一摆看到李慧萍老师，互我记得苦啊。你来比赛遮济摆，进前拢无咧考啊？嘿，进前对我的要求较严格啦。我想讲可能这届吼有进步啦，所以老师我鼓励啦。有啦，一定有进步的啦，听评审讲者。是安那今仔你会互伊考啊？那是进步，是真大的进步。就是规个感觉吼，比以前迄款伤过认真的李长阿伯吼，更较活泼。迄款活泼是我伫咧你的身上今仔日看到的，而且我今仔日甲这个意象做伙，你搁摕抓出来，迄个时阵一摕出来的时阵，大家都真欢喜，迄个就是真正的一个开场。所以讲，我感觉讲，那是进步，真大的进步，而且你未来更较进步，加油！哇，真大的肯定呢。对。啊，因为呢，今仔日呢，这个逸翔吼，从甲你吼带来真好迄个开口啦。因为头前伊咧成经，因为我自囡仔就捌伊。啊，麻烦你后摆唔莫搁伫 FB 顶头讲你做缘投，讲你做成什么人？其实这甲比赛无关系。无，我是点样小可坑一个啦。我是惊我，因为我年纪大，我就咪可能会袂记的。即安尼骂你囡仔的时阵，都会记的时阵，都爱骂嘿。啊，李长伯好好拍拼，你的动作、你的道具，拢互完成一个真好看一个表演。好，继续努力拍拼。来，赞。因为我是头一届看你表演啦，我感觉讲吼，袂说咱咧看咱有的时阵去迄个旅行团有无当地在地导游啦、领队啦，吼，或者讲要介绍一寡吼真正风景的吼，啊，因咧讲话无一定是真表演，但是有一种真土地、真朴实的感觉吼。是，伊完全拢有，身躯顶就是有一种非常亲切。吼，迄种咱台湾人非常亲切的气味伫个啦。啊，用踢骹球吼，这个主题来呛连规个故事，我感觉实在是太赞啦。真水，真水，非常的用心。啊，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讲，啊，你这领衫是伫倒位买哈？哦，迄家己做的啦，家己做的，家己做的哦，家己印的，家己印的哦。对。迄设计感袂歹呢。恭喜咱李长伯阿雄的哇过关啦！恭喜哦！感谢咱英雄嘿。李长伯感动到流目屎啊！是啊，我就是讲你是演的，你是真正咧哭啊？真正咧哭哦。你为什么要哭？因为我写本是对我来讲是上弱的一部分，所以我无啥会晓写本。但是就是这届本吼会当写好嘛，感谢老师甲我一个指导，嘛感谢评审互我一个肯定安尼。谢谢。这摆过关比选调李长更欢喜。比赛即讲即个练小话，这毋是伊在行的嘛，所以什么练小话？练嘴花，练小话是个熊，是我咧练小话，伊咧练嘴花，所以这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，要练嘴花是真正无简单的，尤其是本来就毋是即个演艺界嘛，所以呢，你真正得到大家甲你肯定，所以你100分，甲拍扑啊鼓励者。我今仔日看伊的成长，看伊的改变，阿雄啊，你比阮迄个同事阿雄啊较好笑。喂，恭喜大家拢过关啦！恭喜！这是咱的东nhập秀啊！继续拍拼，再会！哎，恭喜！感谢姐啊！谢谢，